台南市東區小東里為迎接一年一度的端午節，14號下午，佇個里內公民公園舉辦一系列的活動。里辦公處特別準備了水果、肉粽、甲啲刨冰，甲里民來分享，吸引未少的民眾到場參加。我們小東里每年在端午節的時候都會舉辦不同元素的一些活動。那麼今年呢，除了我們傳統的發放粽子一起吃以外相同的那個傳統的刨冰，手工一些手工好料的刨冰，我們也一樣的跟往年一樣發送給我們的鄉親來分享。那另外我們還舉辦了第一屆的這個議長杯的戰鬥陀螺大賽那麼也非常的受到矚目。現場出席的貴賓包括東區公所主秘立委王定宇，以及座位的議員攏到場參與。雖然天氣無穩定，落着一陣的雨，但也是有真濟民眾到場。於天祥把我們小東里照顧得很好，台南經理照顧到家好。我們這個公園呢的使用率，大概我在東區服務30年的時間，過去這3、4年的時間使用率是最高。然後我們把旁邊一些原來國有財產局的土地，我跟天祥也合作，讓它增加公園的腹地。那另外，現在我們小東里最缺的是一個堪用的活動中心。那我們希望在未來的4年，原來的一些阻礙可以把它解決掉。我的地也都找到了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天祥也知道，我們一起來努力了我們這邊現在還是維持全台灣唯一有戶外 WiFi 的公園，非常感謝陳總經理，他今天特別率隊來設攤有一個網絡什麼點歌的卡拉 OK， 大家可以去那個參考一下。麻煩到我後方的攤位，大家可以去免費唱 KTV。我們有一套 KTV 給大家免費來試用，請大家可以撥個時間過去，然後有一些贈品大家可以拿。現場除了有公部門的精靈宣導，另外還有中嘉寬頻提供的居家 K 歌版的大位電視，因為公民公園在里長的支持，設入專區首創無線網絡移花的公園，因此現場的居家式 KTV 的服務單位，嘛吸引未少的民眾來詢問。另外，現場還佫舉辦議長杯的戰鬥陀螺比賽，吸引未少青少年朋友報名參加。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